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以专一的眼光、明亮的人生彼此勉励。Masalah Zulai ko pineneng tangar ko uli。经文马太福音6章22到23节。马太nama Jepang 20 tangsa 20 iraku turu atau sir。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Utulong no raw no tilang ko mata, saka ano mga ay ko mata isui, tangar ko tilang isu a mamin。你告你了。Ano tatih ko mata isui teman ko tilang isu ama min ulang saka ano caai ka tangar ko lalu ma isui mangalef ko nika teman isu. Matthew chapter 6 verses 22 to 23. The eye is the lamp of the body. So if your eye is healthy,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But if your eye is bad,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darkness. If then the light in you is darkness, how great is the darkness? 今天我们在家庭礼拜中一起来看这段我们很熟悉的圣经。耶稣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我们常常以为眼睛嘹亮是指视力很好，看得很清楚，但是在圣经原文里，嘹亮这两个字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意思，叫做专一、单纯，没有分心。在圣经的传统里，学者常常用鸽子的眼睛来形容这种嘹亮。鸽子的眼睛构造很特别，它不像其他动物看得很杂，它飞翔的时候体内可感受到地球的磁场，一次只看一个方向，它的眼目只针对目标，不受周围风吹草动的干扰，就是专一的努力向前飞，最后会达到目的地。换句话说，耶稣是在告诉我们，一个灵命健康、人生明亮的人，不是因为他看透了世界上所有事，而是因为他的眼睛看对了方向，他的焦点非常专一。这让我想起最近在台东博览会文宣海报宣传中一个非常吸引人注意的图像。这是我个人象征性的解释，那是一座巨大的太空观测设备，就好比在1933年美国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开幕时，主办单位真的利用大型天文望远镜对准遥远的恒星大角星，将接收到的星光聚焦到光电装置上，再把讯号传送到会场，象征性的点亮整个博览会的灯光。当晚无数灯光同时亮起，轰动全美国。这个设备的镜头非常敏锐，当它在漆黑的夜空中盲目搜寻时，周围是一片黑暗。但是当工作人员调整角度，把镜头精准地对准遥远的星球时，奇妙的事发生了。原本黑暗的空间忽然被点亮，四周的灯光啪的一声全部亮了起来。那一瞬间，人们在黑暗中看见了极其耀眼的光明。这个博览会的画面就是主耶稣这段话最好的延伸。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如果这个观测设备的镜头一直晃动，一直改变方向，
它就永远没办法聚焦，画面永远是模糊的。这时候我们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不是事情太多，容易分心？我是不是焦点太多了？我的人生尽头到底在对准什么？耶稣提醒我们，当眼睛失去专一，人生就会陷入昏花与黑暗。生活的混乱往往是从优先次序错了开始的。什么是正确的优先次序？在一般基督徒的生命里，有一个最蒙福的黄金顺序：上帝第一，指灵命；第二，健康第二；家庭第三，工作第四，侍奉第五。云如下供参考。当我们把上帝第一这个最重要的焦点对准了，就像那个观测设备对准了星球一样，神的光一进来，后面的健康、家庭、工作、侍奉就全部跟着亮了起来。当上帝第一时，工作就有了方向，你不再只是为了赚钱或应付老板而忙碌，你知道你是在为上帝管理这份工作，心里就会有平安与智慧。当上帝第一时，家庭就有了温暖，夫妻、亲子之间有摩擦时，因为有神的话做准绳，我们就懂得退让，懂得饶恕。当上帝第一时，侍奉就有了力量。当我们参与教会任何服事，不是来完成一项教会的工作，而是因为对准了主耶稣的爱，我们是用生命在陪伴教会每一位会友。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只要更努力，赚更多钱，把事情做更多，生活就会变好。但事实上，如果次序错了，我们只会越忙越乱，最后在忙碌中失去了平安。专一不是叫我们什么事都不管，只躲在家里、教会里。专一是知道什么最重要，并且把最重要的放在最前面的位置。今天我们在周三晚上举行礼拜，这就是一个最棒重新对焦的时刻。特别想对我们亲爱的在职场努力的弟兄姐妹说，上帝懂你的辛苦。他今天接着这段信息，不是要给你更多的规条，而是要把那份明亮与平安赏赐给你。你不需要等到自己多完美才来亲近神，只要每天早晨给自己3分钟、5分钟，安静地跟神说：主啊，让我今天单单仰望你，赐给我一双鸽子的眼睛，你的灵命就会开始被建造。我们也很希望透过这样的家庭聚会，神亲自保守每一个家。当一个家庭愿意打开门，让神居首位，这个家就不再一样。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为一个眼睛嘹亮、眼目专一的基督徒。我们不要看环境的艰难，不要听世界的纷扰，我们的眼睛要单单注视主耶稣。当我们在信仰上彼此扶持，次序对齐神的时候，我们整个教会、每个家庭的灵命都要一起被提升起来。弟兄姐妹，1933年美国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那座观测设备，若因对准了目标，黑暗的空间真的就全停了。今天愿我们每一个人也把生命的镜头精准地对准主耶稣。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生命
对准神的祝福，工作会有方向，家庭会有智慧，服事会有力量，生命会有源源不绝的平安。求你帮助我们都成为眼目专一嘹亮的人，让神的光充满我们的生命，带领我们走出忙碌的迷宫，活在上帝满满的恩典与引导之中。奉耶稣圣名，阿们。